丢失的那些小物件，确实是我们盗的。南书房向来是宫中的清水衙门，我和徐公公在这里当差，一直清苦。皇上出征后，这里就没有太多人在意了。再加上宫中案件频发，我们就想能趁机捞点流水。这都怪我财迷心窍，得手1、2次之后沉迷其中，这收不住手了。对不住皇上，我对不起太后。停！小偷小摸也就算了，仕女图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怎么也敢偷？我没想过要偷仕女图，所以是真的闹鬼。只是后来，他现形了。怎么办？放回去？对，放回去吧。放回去。我有个想法。我知道你的想法，可是这图事关重大，万一查下来怎么办？这图是怎么捡的？不是偷的。捡的？捡的？捡的？走。图我们2人一念之差，铸成大错，还望2位开恩。云大人，开恩呐，开恩呐！开恩？那得看你们的表现。说，图在哪儿？图被我们连夜拿到鬼市上去了。鬼市？那是黑道上有名的小鸡窝，任何来历不明的财宝都在那里洗白。据说是黑道上有名的72寨总镖把子洪三爷所开。我们之前拿的那些财宝都在那里交易。怎么会有这种地方？一定要取缔！黑白两道各有秩序，强行取缔的话，必定会大乱。我们不如让他们为我们所用。那鬼市在哪？这个不知道。每次去都是到东郊一个饭馆找一个伙计，他把我们眼睛蒙上带过去的。那可有什么街头暗号？有，到那儿以后会有人问你想喝点什么，你说不喝，他说不喝你别来，你说改日再喝，他说约在何日，你说7月初1即可。把他们2个带下去。饶命啊，云大人！饶命啊，云大人！饶命啊，云大人！饶命啊！师傅，你真行，就这么说着说着就把他唬出来了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方才我假意在跟他们拉扯前篇，其实是在让他们放松警惕。刚才锦衣卫回来告诉我说，2位公公昨天确实假借圣旨出宫去了。我就断定，这仕女图应该是被他们转移到宫外去了。有此一事一诈，他们就招了。师傅好样的，师傅你太棒了，真的，你就比那些某些人强，就知道用刑，啥也不会。师傅你太棒了，我太崇拜你了。他只是碰巧走运了。云相如，你明显羡慕嫉妒恨，你知不知道？眼下看来，我们得到鬼市走一趟了。明天就出发。不行，你得乔装打扮一下。那我回去换套便装。换个女装吧。女装？我们云大人可从来没穿过女装啊。没穿过更好啊，正好让我们看一看。我看你这是故意戏弄我。云姑娘，你这就有所不知了，这鬼市上全都是江湖人士，
这江湖人士里，女扮男装的人可就多了，他们一眼就能瞧出来你有什么目的。如果你打扮成柔弱女子的样子，或许更能迷惑别人。师傅说的对呀。云香如换女装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南书房里盗图的，和他们交手的人，到底是谁呢？得手了。昨夜在盗图时被神秘人阻拦。你们东瀛忍者不是号称从不失手吗？此人武功极高，我们一时大意。不过请王爷放心，我们一定完成任务。行了，你去跟本王盯紧天目童，可以让他们先拿到宝图，我们再抢过来。嗨，去吧。师傅，我们是不是一会儿化完妆就可以出宫了？不是我们，是我。喂，你不带我呀？太危险。我不怕危险的。你不能去，我怕。如果你遇到什么危险，我还得救你。要知道，我可是为了仕女图出去的。我好久没出宫了，你就带我出玩玩嘛。这样吧，我留你在宫里，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。什么任务？盯紧老糊涂。盯老糊涂？云大人，我不是让你换身女装吗？我没有女装。你们看什么？这样吧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你又要耍什么花样？喂！喂！道长，公主请你们进去呢。云儿，讨厌！公主，天目道长来了。啊，公主。道长，天目道长。天目道长，你怎么这么有空来看我？正好我也想问你呢。西域刚进贡了一批果子，我好不容易从母后那儿弄来，来尝尝。我们着急出宫，所以还请见谅。你们要出宫办案吗？那带我一起去吧，我从来都没出过宫。公主千金之躯，怎能以身试险呢？还请见谅。那好吧，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们找公主是想给云姑娘借一身女装，我们要乔装出宫。云指挥穿女装，这倒是有趣啊，我们都没见过。我也没见过。你看云姑娘来都来了，不知道公主……本来呢，我的衣服肯定是不会乱借的，不过看在天目道长的面子上，好吧，云儿，去给云指挥挑件女装，挑件最难看的。云大人，里面请吧。云大人，您在这里慢慢试，我出去候着。这么香。你笑什么笑？你眼睛都笑没了。云大人，还是我帮您吧。来来来来来，
天幕道长，不知这次出去何时回来？办完事情就回。那回来可要在我这儿好好坐坐。我的妈呀！顺眼，太顺眼了，以后你就这么穿。师傅，你看看他，这要是再擦点胭脂水粉什么的，是不是就没谁了？不是，我是说好看呢。好，公主，那我们就告辞了，多谢。这就走啊？真好看。不是让你找件最难看的吗？这已经是最难看的了。公主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是不是因为云香容啊？唉，没想到她那么漂亮。那又怎么了？天幕道长最讨厌她了。讨厌？他们俩水火不容，一见面就掐。昨天小蘑菇还跟我说了，天幕道长又捉弄她了。